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：他担负我们的忧患。圣经哥罗西书第2章14到15节，除去了在律例上所写敌对我们、束缚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基督既将一切执政者、掌权者的权势解除了，就在凯旋的行列中将他们公开示众，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和肉体情欲中的人，但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过犯和肉体情欲，除去了在律例上所写敌对我们的、束缚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字句的希腊字是它的字义，就是亲笔签字，一个负债者的亲笔签名，表示承认所欠的债。罗马书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人对上帝的亏欠，自己是知道的，犹如把一张自己签字的借据列明出来，而且自己愿意承担责任。但问题是我们无力偿还所欠的债。感谢主，在十字架上将定罪我们、攻击我们的字句给涂抹了。那指控我们的字句是基于律例，耶稣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使它不再生效。十字架上不只挂着耶稣，还挂着我们的罪恶过犯。过去肉体的邪情私欲指控我们的字句，也挂着被打败的魔鬼。我们认识十字架的救恩，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不止罪恶过犯得着赦免，而且可以了结以往，将自己完全交给主，甘心与主同定十字架，向罪恶死，向过去的记忆死，向肉体的邪情私欲死，不再与罪恶、过去的回忆、肉体、魔鬼挂钩，要仗着十字架夸胜，接受耶稣的得胜做我们的得胜，接受主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与主同死、同埋、同复活、同得胜。有一位姐妹前去看望一位生病的姐妹，那位姐妹病恹恹的躺在床上说，我受那恶者的攻击，非常软弱，无法刚强起来。那前来看望她的姐妹回答，你软弱不能刚强都不成问题，问题乃在于主是否刚强。如果主是刚强的，你就是软弱一点也没有关系。那位姐妹听了很得安慰，就安息在主里面，接受主的刚强，做她的刚强，就胜过了那恶者。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我们需要能力和忍耐，就来追求耶稣，接受耶稣的能力和耐力，
常来亲近耶稣，领受耶稣的信心和爱心。这是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也已经成为丰盛，他是所有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上帝使我们跟基督一同再活过来，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